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景娥，欢迎收看亚礼拜一客家新闻插词。台湾人口结构日渐日高龄化，后生的家家许多都市，但是係因为受归去家乡寻到好嘅投入来做，也按多年来呢，家己多位后生嘅归去家乡。苗栗县政府对102年就成立嘅劳工及青年處，開始認真來面對後生嘅歸故鄉一個議題。去年起始陸續規劃屯研產業門內個拿來利用外幣限體嘅來做青年創業嘅基地，還個創立品牌嘅素材，多多嘅打造苗栗青年創業嘅地圖。按呢個改變，後生一輩未感受到苗栗開始冇窮樣嘅喲。頭幾件調整，鄭玉鳳同鄭麗明兩姊妹將圖雕下來，這個調整天賦嘅這度嚟。好嗎？好嗎？那一片這個碟睇圖輸出看板，表面睇題布置好勢，最尾這個整理解放嘅茶面禮盒，兩姊妹9年代決定落來苗栗縣青年創業2號基地，不過一出無限到3日頭，爭有限後來規劃幾個空間。兩姊妹喺苗栗銅鑼茶農嘅電視台，將到家鄉自家創立品牌，姐姐負責種茶做茶，對澳洲在嘅老妹做行銷。前年得到比利時 ITQI 米其林2星最佳風味獎，也2年來陸續歸內外廠商簽價的開品牌店。我們那裡的話，其實相對對於我們在招呼顧客或是在對談的時候，可能會有一些影響。然後，所以我們就決定說，那既然有個新的空間，那我們苗栗縣政府勞青處這邊也給了我們很多的資訊，就對於我們青年發展的部分。那我們就想說，好，我們也是一個機會，我們可以來進駐這個青創2號。像有好嘅品牌或者是好嘅產品，冇地方好賣，冇就會顧客去行到屋下地杯，這家店面啊，也冇一個集中地。你可以有一個集中地，客群落來家，佢做得更多選擇，更多好看。你看人家就會有一個選擇性，那東西就會變成是多一個曝光。佢兩姊妹認為傳統上合宴除了係約下賣茶米，係講單純做苗路行銷行做得，係講有人行來學款態，主要行家熟悉微數本人來視察，故所加先到青年創業2號基地，先做定來，販賣7個開店，做走定按樣做。創業爸爸也就會講，呀後生人也企業片冇乜嘅人客啊，正經我買嘢會前段有冇客氣啊？對人家的後生人上班係冇咁樣。那我會覺得說，青年基地對我們年輕人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接觸，給外地人接觸我們新的品牌、新的東西，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青創基地啊，對我來說，因為至少苗栗有在進步。而不是在原地踏步。縣長在105年成立了這個勞青處專責的單位好，那縣長也有指示，就是說，我們縣府的幕僚單位要利用我們縣府的一些閒置的公共空間，來規劃作為青創基地。當初我們也是接受了那個勞青處這邊的一些委託，那包含整個場域的規劃跟設計，以及一些青創業者的推薦，這些都是因為我們當初在輔導過程中，把一些政府資源、一些中央，包含像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一些數位全區輔導專案等等，挹注在他們身上。青創2號基地9年代最近後生人先落來，利用也來做行銷同聯絡微數。我們現在在想的一個概念，就是因為那天有看到水通波，它已經有開發出這個板線，那我覺得這樣做也不錯。變成說以後有個好處，我們外面就是做大青黃糟的樣板，裡面呢，太強豐收係80苗栗青年農民證呢，其中50現役北太青農，小4年第3屆北太青農得主，公館中嘅青年農民郭出軍，還有苗栗縣青年事務委員廖仲輝負責輔導同聽政客創業。我們大家大家的種的農作物都冇可用，都是屬於苗栗特色的農作物啊，所以我想說，把大家的特色的農作物啊，都是青農，都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們就組了這個團體，就很叫做大青黃草。這只能手工這樣子採。對，這沒有機器。
五位将中下希望祈求的天道度只有3点军，一种错的本年列做世界7难剃头错的其中一类，对见导演都当会上，各出军係用摩托方式嚟耕種，無寫約嘅，對中下希都有好舒適，親手搶年去幫3百錯嘅，當到投入合作。今日五位田做到搶創然後集體賦權呢，對落去集體過後，由政府資源落來整合，就唔是哈哈自家做到為事，乜嘅面目乜嘢都會顧。苗栗縣政府的單位呢，還有勞青的單位呢，他們也喜歡到我們看到我們的努力，也喜歡我們的商品，認為說我們的構想其實很特別的，因為我們把全部的人的東西呢，都把它組成一個禮盒，組成一個禮盒，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行銷，所以在目前全苗栗縣來講的話，很少人有做這樣的事情。就是很高興的是，我們縣政府這邊，他在苗栗這邊用了一個青創基地，然後讓我們苗栗這些青農，在不管在假日還是平日，至少有一個地方可以做一個基地，把我們的東西從這邊再往外推出去。當然，我們原本就自己有品牌在行銷，但是如果在苗栗這邊，我們有自己一個可以推廣的一個基地的話，那當然可以利用這個，然後把我們的鄰居去做得更好。頭3年貨引上腳下鯉魚沙區，水體喺鯉魚潭水庫，按多年來三日吹講用摩托方式嚟耕種人係車很寬，開天牛嘅假老公，3日向農會理事長塗水面，塗獲後上一筆成立工作室來吹講沙區清純清摩托米，加安順同6年嘅意思，要落去搶創然後集體。清道夫是，也是我們家的那個年輕人，他們創出來的，沒有錯。然後跟他們一起，就是這些年輕人，大家青農，大家有一個共識，說，哎，我要怎麼做？你家種橘子，我家種米，還有其他的，那我們要來怎麼共同做一個聯誼，找這樣子的機會，讓外面的人看到我們。因為畢竟我們是年輕人，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跟想法可以去創新。那這就是我們跟可能老一輩的不一樣的地方。那我們要把怎麼樣的方式把這個我們的想法發揚光大，可能不是靠一個年輕人，或者是靠單一個體。其實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了，而是整個群體。比如說我們的那個青農協會啊。車安分認為時代無窮樣嘅，年輕人各有各，單單搞公量，現代人較唔好食咁多飯，生產出來米係要自家賣，最後一隻行卡太舞台，基本上工鋪們係將人帶落來，本機費殺下來做意思設計。雖然你進去了，其實也不見得說你進來就一定有什麼好的發展，這是事實。就是要靠這些後生人自己有新的 idea， 或者是說他有新的動力。好，其實公部門只是輔導，那不是說叫你去那邊顧着，其實是沒有用的，我覺得啦。好，就是說青農鼓勵青農回來做之外，還要教他們怎麼賣東西。較早哈，佢係勞工處，以下變成勞工 and 青年處，所以就特別弄一隻青年發展科。青年發展科做乜嘅呢？就變成講，佢特別處理青年創業、青年農民一啲事情。我講你想要辦一個課程，你想要辦一個比賽，你想要辦乜嘅事情，就是講，我冇安尼個國際會議廳，人家都場地，人家都乜嘅東西都做得假嘅，都唔是錢。苗栗縣搶創協會副理事長顧維軍係自信工廠嘅博士，佢同竹科安高新表態，做到苗栗巧苗事業，喺苗栗做電子商務嘅頭3年。佢嘅科技公司地度做清係轉到苗栗嘅後3年。佢做苗栗5年呢，當深刻感受到政府嘅態度規劃改變呢。佢是同協會前輩講起，苗栗人20年來變化，不但青島後生人創業，下後見來見少，10年前輕少，一幾年來苗栗再高本人看到希望。連衛生紙也賣，什麼都賣，然後但是呢，連賣一個衛生紙、賣一個辦公用品，它都可以賣到上億的。可是要差不多10年過後差不多10年前，包括人家的協會沒係幹過，那突然冇年來嘅。差不多5年前差不多，
突然当多年轻的人要创业咧，我想来没迄5年前赚来的。睇好边也赚了，应该算起来差不多有10年的。啊，要10年之内去是美丽摩马太边发。摩马太边发呢，那也拄好也1-2年的，有当到青年文创的东西，可能不止，因为前我是特别特殊的甲，配的演示可能就5年前去做安尼事情，没有咧行的较慢。啊，毋过亲起嘛有些进步。后3年甘肃亲戚节，这道苗栗也开始变诶。强创以后具体是利用 QM 苗栗演艺费改建都市规划馆来做强创办公室。强创以后是同苗栗体育馆而打造强创品牌记录。当特别讲的是，有2只场馆年菜都会门内馆。那这边基本上大概分为2个空间哈。那一个部分是我们会定期办理年轻人聚会的一个场域。好，那包含像我们有时候定期会召开年轻人的一些聚会。好，那另外我们的工作坊，一些职人讲堂，我们会在那个空间来办理。那另外这个空间就是目前我们的一个青年的天守办公室。所以天守就是我们客家话讲的天数了哈。苗栗作为一个农业县份，未来最有可能发展的，除了局力科技之外，我想大概绝对不能够放过的是，例如说在长照，在文化观光，然后在文创，好，特别是在休闲精致农业这一块的提升。未来如果有办法，特别是鼓励在文创这一块，使得更多的软实力能够注入到产业的各个部门。研究减色科技同减色经济，係面對高齡化社會帶來相關產業。一當中行後意思，後3年一定佔嘅文創力量。縣政府也咪同中南龍鳳五港賦權嘅 Q 龍鳳樹夢站成立強創3號集體儲備處，按算6年嚟最好用。苗栗县算是唯一非6都第一个成立那个青年事务委员的一个县市。那我在我任内，我们参与了第1任、第2任，我们现在是第2任。这2任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了非常多的一些苗栗有关青年创业这块事务的我们讲发展，或是说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可以清楚了解到说，有所谓的1号基地、2号基地、3号，甚至我们已经知道有5号、6号了。前一阵子我们有去3义看看是不是有适合的一个这个青创基地哈。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南庄跟3义都是我们的国际慢城。好，那另外3义我们也Royal Bike 目前也正在试营运，今年也会正式营运哈。所以未来那一个场地会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观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轴带哈。苗栗县政府规划汉拜头3年南庄一嘅素材，繼續前邊嘅行嘅位數，提供俾後生人行較多舞台和發揮。比如講3年，除咗喺晚上，喺台灣目標代表鄉鎮，做一隻合適同目標這個發展起來，行個本年設計體驗經濟結合起來強創集體。我覺得現在比較欠缺的是說，如何把行銷這一塊放進來。所以這一塊是我們在今年我們有建議那苗栗縣政府業者進來了，我們除了既有的資源啊，包括一些法律顧問啊、創業顧問啊，或是一些諮詢上貸款，比如說青創貸款上的顧問等等。現在的立場，我會覺得反而是當他們真的準備好的時候，怎麼樣幫他們行銷出去。苗栗啊，東人就講，後生人就出去嘅，村老人家都鴉片，所以的話會有很大的斷層。老齡化會越來越老齡，那年輕人就只剩非常年輕的都鴉片聽聽，所以他非常支持做我們年輕人做對轉來。回來的話，其實不要怕，就是只要你堅持你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然後政府這邊他們有一些資源也願意投入的話，其實都可以長久的下去的。採天後生人看到培養師見進步，自家家鄉實總係無天無通，唔是講也會少也會強，兼在政府觀念改變呢，實實際際面對青年創業問題，做改變的開始。等到後生人現進家鄉，需要專心去做自家本業，稍後來做團體，大家強下來邊，唔單止自家好，家鄉咪會行較好。